哈马斯放第三批人质17个人。根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是当咧争取加放人质延长休战。中国真侪款呼吸道的疾病，包含微肠菌当咧滚价。咱台湾恐惊旧历过年就开始流行。北韩昨日是办4年一届的地方选举，打造民主形象。北韩的官方媒体讲，投票率9%9%。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以色列跟哈马斯对顶礼拜5开始休战4天，双方是交换人质甲犯人。当地时间11月2日，哈马斯放出第三批人质，计共是有17个人，这当中是包含一个4岁美国查某囡仔。这3天，哈马斯计共是已经放58个人，也那是以色列这边是放117个。11月27日，就是当初协议敲好放人质甲休战的上八天。不过，根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是当咧争取延长2天至4天，上侪会加放40个人。和哈马斯掠去超过50天的美国籍查某囡仔艾比盖尔·艾丹，伫被放在进行2天过于死下生日。知影查某孙伫第三批释放人质的名单内面，艾丹的阿公讲，袂输敢若伫咧做梦共款。עכשיו אני קצת יותר רגוע, לא רגוע לגמרי, כי יש גם שמחה וגם יש את החוסר של רועי וסמדר. 哈马斯10个吹切突击以色列的期间，艾丹的爸母伫咧伊面头前被杀害，尾后艾丹就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2日才被放出来。美国总统拜登也亲自宣布这项好消息。艾丹的老爸罗伊是以色列网络媒体记者，2日罗伊的同事赶到人质被放的现场采访，伊特别早罗伊在生的时阵所使用的摄影机，记录伊的查某囝平安回来时刻。Made me feel very special to be honored to carry his mic today. 以哈第24实施停火协议，4天的时间内会释放4批人质换犯人的计划。根据哈马斯提供的影片，2日被放的17位人质有14位以色列籍、3位泰国籍，其中也佫包括几落个囡仔，甲1位已经85岁阿嬷。被放出来人质拢伫咧以色列的病院内面接受检查甲治疗。因为以色列这方面是放39个7间监狱内面的巴勒斯坦的犯人，一对被放出来兄弟伫咧牢下接受影响式的欢迎。被放出来犯人年纪拢伫咧19岁以下，因被逮捕的原因是对以色列军警弹石头加损毁公共建筑物。有一个犯人被关押时间是到1年半这么久。以色列方面也有人批评无顾青少年的权益。أنا لي 20 شهر في السجن، لكن آخر شهرين في السجن كانت عيشتنا مرة. CNN 报道，哈马斯想要延长停火协议的期间，希望让争取更加侪犯人被放。以色列方面是坚持每加停火1天，哈马斯就要放更加侪人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根据上新的调查，日本有64%的员工不当着客户甲刁难，甚至是去向要求讲爱跪落回事咧。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釜山争取要办2030年的世界博览会。日本本地为着要争取进口石油，是要支持沙特阿拉伯。不过，这阵为着改善日韩的关系，有可能会改支持南韩。英国《Times》报道，加拿大一款杂种猪超级猪是真歹阁真高生，严重破坏生态。即阵这款超级猪是已经脱生到美国边境，美国北部当想尽办法要甲阻挡。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蒙佛特州有3个当咧读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是伫咧路边去互开枪攻击。警方无排除这是一桩收付犯罪案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乌克兰的情报，罗西亚甲中国的企业是当咧桥，要做伙起一条连接罗西亚甲克里米亚半岛的海底防空，就安尼来闪俄军的攻击。中国这站有真侪呼吸道的疾病，亲像是微肠菌、新冠甲流感拢当咧滚价。有感染科医师就警告讲，台湾明年旧历过年可能就会开始大流行。为着尽量压制这款疫情，疾管署就提醒对中港澳入境的旅客，若是有病症，就要赶紧去体检。
桃园机场入境检疫处昨尾顶提醒入境旅客，若有中港澳旅游史，佮有技术症状，要到健康体检站来接受评估，因应中国呼吸道症状流行。疾管署密切监控，将爱目前当地梅州困感染以移动为主，曾经做关系医疗感染新冠病例较侪。春节后这段可能中国疫情会持续处于这个上升或高峰的阶段，特别是这个老人跟幼儿，然后这两个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呢，在这段期间，事实上是建议说，能够非必要的话暂缓前往中国。有关边境警戒站级也提起计划，要去中国民众用早注新冠 XBB 加流感疫苗。那感染科医师分析，中国梅州困疫情影响台湾是难免，尤其每年农历年前，两华往来紧接，有个流行期可能继续3个月。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有没有，那用什么药来治疗比较有效？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线门诊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病例把它挡住。医师认为，咱国顶一摆梅州困流行大约伫2019年迄当时，临床已经观察到部分个案感染梅州困了后症状变严重，甚至有自动使用叶克膜的案例。那即摆中国梅州困疫情传染出去，佫出现抗药性治疗会较麻烦，呼吁民众爱随着疫情相关调整自身的防护措施。廖先秀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去年抗议政府疫情管控伤严的白纸运动已经满1年啊！当初时参加抗议的人，怀疑还佫有900个人，迄阵被警方掠去，到即阵也无消息。去年11月26暗时，中国上海俄罗斯在中路附近开始组织示威的民众，所落来就爆发碳甲全国的白纸运动，更加引起全球社会。即马事件发生1周年，同一个所在地点的民众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人来来去去的大路，明显能看到正派警力巡逻。那迄当时超过100名被逮捕的示威者中，有人到呾犹原是下落不明，有人经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也有人为着人身安全被迫流亡海外。In China, you will feel more like personal safety is being threatened. For someone like me, living in exile, living abroad is another kind of sadness, another kind of melancholy. 中国民众举白纸示威，当初是要抗议迄当时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造成新疆俄罗斯一个社区大火延误救援，死伤惨重，后手煞演变做对中国政权的大规模示威。真侪中国少年人表示，这场运动正做因政治的启蒙，就算流亡海外，也要继续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也有一寡人也坦白讲，虽然中国总之清零政策，政治改革又完全困难。I think we have shouldered a lot of pressures on us to change the policy of the country, whether you are in China or abroad. 白纸运动的时，包括警察逮捕23个外国走出中国。今下流亡德国的黄义成，伫1周年的时阵，伫德国的厝内点蜡烛，亲自写口号纪念。黄义成的家人目前犹原予中国政府监控，因毋望透过媒体，予更较侪人知影，中国也有真侪人为着自由民主做出真大牺牲。公司新闻两岸编译。若讲到北韩，咱的印象就是一个独裁国家，想袂到人嘛有选举。因11月25就举行4年一届的地方议员选举。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因的投票率是达到9%，而且过去的选举，一个选区干那一个候选人，选民干那会当看是要当同意也是反对。不过今年有的选区竟然是开始有竞争啊！不过老实讲，这选举只是形式，不管候选人有几个，拢是官方派的人，结果嘛是官方决定好的。只不过是北韩咧打造这民主的形象。就算安尼，对北韩人来讲，选举犹原是真珍贵。所以讲，因拢会穿甲水当当去排队投票，甚至会亲像庆典活动共款，伫咧这投票所外口跳舞庆祝。投票所外口，民众拿唱歌、拿跳舞，穿着传统的正式服装去投票所，认真看公告的候选人资讯，搁政治建筑投选票。北韩2月举办地方议会选举，这是每4党第办一届的都市军人民会议议员选举。 평양시 제220호 선거구, 제120호 분구의 선거자들도 높은 알곡증산 성과로 지방인민회의 대의원 선거를 맞이한 자랑을 안고 선거에 참가했습니다.
这个地方选举受到8月修改的选举法影响，部分选区真正的唔但只有1名候选人参选，是增加到2名候选人。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这个投票率达到99.63%，表示人民会当家己投票选出人选，实现民主甲履行公民的义务。佮看出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去险境南道一个设置伫个机械企业的投票所，代表性的投票予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报道指出，金正恩的出现真受工人欢迎。伊佮伫个投票了后，视察机械工厂，对开发压缩机的进展表示真满意，强调要甲领导经济的机械制造业赶紧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准。虽然这届投票率达到99.63%，也毋过相比顶一届2009年的投票率99.98%，也是减少0.35%。外国媒体分析，安排人民代表性的投票，嘛是当局实施变相的人口普查的方式。国际新闻台宋平益。印度新德里暂时举办冬季大游行，有几2,000人去参加，望争取兵权、消毒机师。其实这几年，印度的冬季概念已经有较进步啊。2018年，同性的性行为已经拄多，不过这同性婚姻的部分，1个月前也是去互最高法院拒绝。四界拢看到彩色的鸡龟啊，也甲穿伫身躯，也是握伫手的平权飘语，正大声的鼓声，一寡人倒伫路跳舞。26印度新德里这场冬至骄傲大游行，吸引几落千人参加。有的示威民众要求违规工程，因为性偏向，去网络欺负自杀16岁印度少年讨公道。有中学生是讲，伊所读的学校推送打破界线的运动已经有10年啊，即马40多间学校有8000个成员会继续停冬至。这场游行原来有台湾人参加。古印度并无轻视冬至族群，不过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引进反动律法，改变印度民众的看法。致使一寡印度冬至公开了后，差不多是互赶出家门，也甲面临失业。这几年，印度社会对冬至族群的观感有一寡改变，使得冬至的生活环境比较早有较安全。最高法院伫2014年4月认可第3性，国会伫2019年通过跨性别人士权益保护法，最高法院也伫2018年将合意同性性行为为本来爱判刑10年改做无罪。It's not about marriage, it's about equality. Everybody should have the same right because that's what our constitution says. 今年最高法院的5位法官审理21份请愿书，同时也呼吁公众提高对 LGBTQ+ 的认同，同时提供热线，防止因互人轻视也甲暴力，以及互同志伴侣会当合开共同口座。不过，就敢若同性婚姻权一直到10月也是卡掉的。It's on its way to being liberal, but there's so much. Like, it's not even 1% of how much equality we need. Like, 99% of society still discriminates against us.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印度民众对 LGBTQ+ 族群的接受度，伫2013至2019年增加22%来到37%。不过，伫印度教穆斯林甲基督教社区，同志伴侣也是常常互人骚扰。公司新闻深入部编译。美国顶礼拜感恩节连假，这感恩节隔天号做黑色拜五，是今年一届拍节拍上向的日子。今年线顶的销售额就逼我100亿的美金破纪录。也若是黑色拜五过迄个拜一，真侪电商拢会推出更较侪活动，听做规年上界大的网络购物节。感恩节隔天黑色礼拜五，民众透早6点进入曼哈顿的梅西百货，享受大好多折扣、好看的优惠。本地人甲观光客拢来参加，享受人真多、真闹热、节庆快乐的气氛。Amazing deals. There's 40% and 50% on most things. Good sales. There's good sales in there. It's more fun. It's more fun. We get to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We got the full experience. 今年黑色礼拜五实体店面人亲像无往年遐尼济，不过个别旧年高通的碰撞，国家折扣有感觉，也是推动消费数字成长。即马还有较济交易转到线顶，研调机构 Adobe Analytics 追踪电商销售数据，显示黑色礼拜五即天全美国的网购金额达到破纪录98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7.5%，代表消费者真熬得算盘，听候上价折扣再来揭晓。另外嘛，预测年假过了后的27。网购礼拜一交易额看上120亿美金，比去年超过6%，是美国今年上大的电商购物日。
Shoppers are a little more savvy this year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So they're using technology like ChatGPT in order to build price aggregators across online websites to get the best price for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ey're also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I technology to come up with ideas for what types of products may interest them, their loved ones,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乌是礼拜五本来是百货卖场年度销售活动，演变成全球性芒果嘉年华。电商头人亚马逊到推上有真大功劳。今年为17开始，连续有10天的折扣特卖。不过欧洲真济国的亚马逊成都员工，伫上无用的乌是礼拜五就月联合上演大罢工，抗议公司的做法，要争取更加悬的薪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这款看起来亲像困裤，顶头阁有印象的图样的泰国大长裤。过去是观光客要来做伴手的，不过即阵有真侪网络名人咧穿，所以讲少年仔就对流行感觉讲穿着真拍，带动新商机。亲像困裤同款印象大的裤，世界拢看得到。像是泰国象征性的代表动物，原本就外国游客会买来做纪念，或者是做伴手礼。不过穿裤穿起来舒适轻薄，而且透气通风，正适合泰国安尼一大都市。最近有200万买种埃及网红带动之下，正做少年人一定爱买流行穿插。มันน่ารักอะค่ะแล้วคือช่วงนี้เขากำลังนิยมใส่กันเนาะใช่ค่ะแล้วก็มันเป็นไวรัลใน TikTok ก่อนหน้านี้ที่แบบว่า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แบบนี้แล้วมันเป็นไวรัลขึ้นมามันก็เลยฮิตแต่ก่อนก็อาจจะ除了裤，还有裙衫，拢应付穿的图，也叫做泰国中产阶级上爱的衫。潘一工手这篇中讲，自从疫情转好了后，写字、洋装甲皮包的订单拢增加30%，裤是占销售额85%。因为穿的图是正流行，100个工厂员工一工用生产1000到2000领的大长裤。ใช่ น่าจะเป็นช่วงต้นปี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ะ ต้นปีที่ผ่านมาก็คือ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อย่างที่บอกในของไทย ทั้งวัยรุ่นทั้งเด็กเนาะ ก็จะตามหากางเกงช้างกัน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ขาก็เลยแบบกางเกงช้าง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ผลิตจากไหนทำไมถึงฮิต เขาก็เริ่มหาตามหาแล้วก็ค้นใน Google แล้วก็เจอโรงงานที่泰国文创服装品牌业者也看到商机，也拢咧抢到衫裤的市场。When people think about elephant pant is really cheap, right? But they're like, I want to make it look like a Versace. 一领长裤150块泰铢，差不多135台票。不过文创品牌一领要1090泰铢，台票978块。创办人讲，伊原本将目标族群设定是外国游客，不过也落见商业模式的改变。公司新闻新绿会变形。除了泰国有新流行的穿插，欧洲最近嘛对网络影片真流行这款花仔裙。伫咧意大利罗马街头都有真侪人安尼穿，讲这号做欧洲的style。不过当地人就感觉真奇怪，讲这欧洲一片遐大片，因遐根本都无咧安尼穿。真鲜艳的花裙，老卡车派洋装，也有好袖边的手纹的衫。这热天，意大利罗马街路出现真侪安尼穿插，看起来是欧洲的特殊风格。不过在地人煞是骇头。Allora, secondo me è una cosa interessante, perché cioè io la vedo dal punto di vista di magari una persona che non è europea e quindi l'Euro Summer magari è qualcosa di interessante. 今年热天在社群媒体抖音顶端出现所谓的2023欧洲热天穿插风潮，外国民众在欧洲度假时阵，拢模仿这种的穿插，是要互家己看起来亲像当地人。I think the Euro summer trend is basically based on a lot of European styles, or I guess more Mediterranean styles that we see a lot in the streets.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with Euro summer, they tend to wear a lot of bright colors, like pops of colors, a lot of linen, a lot of cotton, a lot of natural fabrics. Just very summer vibes, kind of coastal. We're going to Sorrento in a few days, and so anything that would work for the beach or anything like that. 地中海国家，比如意大利、希腊、法国甲西班牙，常常被看作是欧洲流行发源地。有批评就指出，这种来自网络的欧风流行是错误将欧洲看作是单一的个体，忽略各国传统嘅特色。Lo stile italiano, per quello che mi riguarda, essendo io italiano, direi che l'aggettivo che meglio lo descrive, secondo me, è eclettico. C'è uno stile che anche geograficamente deriva dall'influenza di tantissimi altri paesi che
con cui l'Italia nel corso della sua storia è venuta in contatto e quindi chiaramente è uno stile che in realtà riflette quello di molti altri paesi, quindi uno stile molto vivace. 在罗马少年人定定去旧衫市场，经袂伤贵，啊毋过有特色的衫。虽然当地人对欧洲热天风潮认为毋是安尼，啊毋过因也讲，这大方面的认知无得靠对欧洲甲意大利这创作出大量经典品牌流行大国，创作出新的特色有帮助。公司新闻刘源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